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最近美国总统选举大热战，何金丽超车来领先，但是对着咱来讲，咱是要看啥物？总毋是看你有言，还是看伊无言？咱专家替你来解判。 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蔡英雄，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邱淑怡，主持人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國政基金會副研究員李正修，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台大政治學系副教授陳世民，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到底何金麗是出了什麼絕招？美國大選倒頭算剩無100天，共和黨正副總統的候選人 Trump 甲 Vance 去到民主黨的地盤 Minnesota 去做事，針對到非法的移民犯罪的問題，批評的對手何金麗。另外，民調顯示。 18歲至29歲少年的選民何金麗支持度有47%，超過 Trump 的34%。大選投票倒算100天，共和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川普甲范斯的競選造勢活動，為無明確的州到中西部民主黨的鐵票區明尼蘇達州，這個地區為1972年開始，選舉人票都唔捌入去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票箱。不過拜登還未退選之前，民調有出現變化，這個搶攻鐵線區的選票，川普這邊望這屆拿領甲工會的勞工會當轉向共和黨。28伫聖克勞德市的造勢活動都鎖定非法移民犯罪的問題，一直批評對手何金麗。Kamala Harris is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worst border crisis in this nation's history. More than 10 million illegal aliens have invaded our country, and it wasn't by accident, it was by design. Creating this flood of illegal immigration is the purpose of the ultra-liberal immigration policies. 選舉事件了後，對外講家己有予天使保護的川普，而那伫佛州的西藏路海沙堡出席保守派宗教團體轉折點行動峰會，對大咖的基督教徒講，你做伊伫11月當選，因就唔免擱投票。And again, Christians get out and vote just this time. You won't have to do it anymore. 4 more years, you know what? It'll be fixed. It'll be fine. You won't have to vote anymore, my beautiful Christians. I love you, Christians. I'm a Christian. I love you. 另外一方面，拜登退選了後，快速整合黨內各方勢力的何金麗，正值競選的頭一禮拜，都募到破紀錄2億美金的政治捐款，也吸引超過17萬的新義工加入伊的陣營。MSNBC 新聞上新的民調顯示，伊伫18至29歲的少年選民內底，何金麗以47%的支持率贏過川普34%。6月28，川普甲拜登頭一場電視辯論會後所做的同款調查，川普是以36%領先拜登的27%。We're the underdogs in this race, but this is a people-powered campaign, and we have momentum. The day after I announced my candidacy, we saw the best 24 hours of grassroots fundraising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 history. 常常和美國 talk show 主持人以無聲音的副手、無領袖魅力的副總統口說的何金麗 ，ABC 新聞28公布的民調，講選民對伊的好感度為1禮拜前的35%升懸到43%，川普的好感度是為40%降到剩36%。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會記得吼，咱從頂禮拜開始咧討論講，特朗普去槍擊吼彈到了吼，感覺講伊個聲勢敢若啊算袂歹，但是佇民調頂頭確實無顯示，而且吼佫換了拜登落去，何金麗說：哇，這劇情啊，愈來愈精彩。當然啦，對觀眾朋友來講吼，美國人選舉關我什麼地帶？當然，咱上愛關心的是講。因這兩組人對着咱台灣、甲美國、甲中國的這個關係，因的態度是啥物？這第一、第二，美國總統的選舉
啥人登基啊？咱用登基这2字啦吼。啥人去坐这大位了后，对着世界拢有绝对性的影响啦吼。所以我要先请教蔡老师，是安怎会出现这个戏剧性的变化，还是讲无？在你这个主手音貌，你安算起来，本地就是安尼发展。其实是因为已经换一个无共款的候选人啦，吼。啊，当然，这个原本的总统拜登，伊本身的条件，甲本身有可能就是讲啊，较无像过去吼，伊第一次咧选的时候遐尼通光啦，吼。啊，即个因为身体的关系，啊换这个副手吼，会比较讲，伊有真侪身份啦，吼。伊毋是干那非洲的身份，伊佫有亚洲，吼。伊妈妈迄边是南亚这个身份。啊，这个新闻会引起到伫美国吼，这个少数族群的人，会大家冲出来要支持。有影呢，但是老师，我另外就听讲，这个伊阿美国这种的支持度，伊嘛是会提升起来呢。对，这种较少年的吼妇女，啊，甲包括这个有色人种的人，拢起来。啊，所以你看民调有起来，但是你若去看迄个选举人的这个分布吼，有嘛是起来。选举人嘛起来，因为今仔我有去看 CNN 甲预估啦吼，美国的咱就亲像一只海象安尼吼，伊个头甲尾咧拢较蓝，啊中迄几个小洲较红啊，啥物意思？就是讲川普有伊的实力，但是就是拄仔伊咧讲的，就讲吼，伊是较保守的宗教的迄个州的天意，但是迄较进步迄几个州。真是大家冲出来要支持贺锦丽，而且伊的预估，伊的选举人票已经到269，要到270，270是得稳的啊。啊，当然就是讲，这选举还未煞嘛吼，因为贺锦丽嘛，贺锦丽的问题，因为比如讲最简单的啦吼，川普总统一直攻击因民主党的问题，就是讲伊这移民拢创无好嘛，吼啊通膨，吼这个物价真悬的关系，所以这2个问题就是伊继承着这个拜登总统这个候选人的位，一定爱去承担。嘿，真一定爱承担。哦，你若无承担，这你比如讲，啊无，恁2个选战就无法度去继续拍落啊嘛。吼，啊当然，川普的声势伫迄个，听讲吼，即摆 FBI 已经证实啊，吼，伊的受伤是枪支拍着的啊。吼，啊但是伊这可能一礼拜吼，啊大概放一个烟火过啊，因为这个女性的候选人起来啊。吼，所以我感觉对伊来讲是一个挑战，包括伊副总统嘛有讲，副总统候选人嘛有讲一寡话啦吼，有意思讲啊，有一寡迄个妇女吼过去无生囡仔拢干那饲猫啊啦吼，啊但是我是感觉安尼就是讲吼，这足小心的，因为你讲这个议题有一寡妇女伊感觉讲我无一定爱生囡仔。我叫你讲着。对，我互你讲着。啊，第二点就是讲吼，包括这个贺锦丽伊本身。伊对这个女性的自主权吼，伊较有较悬的要求，吼，所以我感觉讲，这个选战已经吼足激烈的啊，吼，毋是较早是讲啊，有可能拜登吼，较伫后壁咧掠，吼，就这场的选举，我感觉吼，真好看，真好看。是，这个是柯老师吼，难道这个卡马拉是天下无敌吗？伊拢无这个，因为我看这个美国迄个 Twitter 吼，伊个社群文体顶头啦，还是迄个。因的 Facebook 顶头，哇，迄写卡马拉写伊少年的时阵安怎，啊，而且吼讲伊对各种的这政策吼，前后，态度拢无啥共款。老师，你安怎评估？我想来补充一个啊，咱看美国的选举吼，咱袂当看一般的民调，因为一般民调是咱台湾的选举的方式，美国是个叫做选举人团，啊，选举人团，譬如讲加州啦、纽约啦、德州啦，吼。加州就拢投迄个民主党，啊纽约民主党，啊德州就拢共和党，啊其他的所在吼有几个州，咱叫做摇摆州，啊摇摆州都是真正会当决定着谁会赢这个大选关键的。啊但是以前川普咧对这个拜登的时阵，川普是5个是赢4个，但是换贺锦丽了后，即马变讲是。平啊，即摆拢是100啊，100，50就对啊，两个人即摆拢差不多，所以讲即摆贺锦丽虽然袂当讲伊绝对会赢，但是赢的机会是愈来愈悬。好，这第一个我爱讲，第二个就是讲你讲社群软体，即摆本来来讲贺锦丽以前甲拜登伊做伊副总统的时阵，伊嘛毋是讲很受欢迎的一个副总统的一个人选，吼啊，拜登一开始嘛无互伊足侪工作互伊做。唯一的一个工作就是去管理迄个南方的迄围墙，因为你知影讲这围墙是以前
川普伫咧在任的时阵，伊就是要防范南方的非法移民嘛。所以讲贺锦丽做副总统了后，拜登一开始没有很信任他，因为伊两个在选的时阵，贺锦丽甲拜登是初选的竞争对手咧。2020年的时阵，2020年的时阵，迄个时阵贺锦丽有一个故事，就是伊批评拜登讲。以前因为贺锦丽是有色人种嘛，伊的妈妈是印度人，爸是牙买加的欧人嘛。以前伊细汉的时阵，伫加州，迄个时阵伫1960年代，美国为着爱互即个有色人种的囡仔会当去白人的学校读册，白人的囡仔会当去黑学校读册，就用迄个公车，阮叫 busing 去载贺锦丽去迄个所在。迄个时阵伫初选的时阵，贺锦丽就批评拜登讲。你当初你都无支持这个政策，你对这个有色人种囡仔不友善，我就是坐伫迄车内底，其中一个六岁囡仔，我就是安尼，所以因两个人本来就是对抗的，所以讲因两个做总统、副总统开始了后，其实贺锦丽无负责足侪物件，但是贺锦丽负责南方的这个枪的这个政策，但是足奇怪的是，这个枪其实伊管理的这个单位嘛，唔是副总统的办公室，而是。有一个叫国土家园保卫部，联邦政府的啊。对，所以讲贺锦丽其实嘛无啥物作为，所以讲盖者人对贺锦丽嘛，对，盖者人对贺锦丽的表现不是说很满意就对了。所以讲变成讲后来拜登因为真正是太老譬如讲伊的辩论嘛表现较无好，伊接待迄个泽伦斯基的时，甲叫成是迄个俄罗斯的普丁，讲川普是我的副手，真正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大闷锅了。真正就无法度的时阵，贺锦丽就救援投手，因为就副总统嘛。所以讲，今嘛贺锦丽为什么伊的这声势会安尼跳起来？原因就是讲，因为美国其实一半是保守，一半是较自由的。自由的人真正无想要看到川普甲转来对，所以只要有一个人，这个人会当听出来，所有的这绅士都会走去遐去，但是。冇袂记哩，佫有第二场辩论。即马川普是无想要参加这个辩论，因为伊知影讲伊无赢头啦。因为贺锦丽嘛是伶牙俐齿的人，这律师出身的呢。对，所以讲即马川普，但是川普最后嘛是爱辩论，因为川普的支持者拢知影讲，这川普就是爱强，伊的爱出来拉才会庆祝啦，单着拢袂死的人，你对贺锦丽你嘛是爱硬斗嘛，所以讲。我感觉后来嘛是第二场辩论嘛是会出来，我还有看面的对，所以讲佫无一定，但目前看起来贺锦丽是冲足紧的。是，老师，李老师，你按照看讲，因这两个人对着中国的态度，有人讲这贺锦丽伊应该是整个民主党的领导，这个领导团规个甲塔起来了会继续这拜登的政策，但是咱所知。伊敢有可能继续掌握着，尤其民主党的人其实因的态度较无共和党，尤其亲像特朗普安尼自头到尾安尼硬飘飘。因咱安尼讲啦，因为即马贺锦丽出来伊临危受命嘛，变讲是救援投手。这个救援投手变这个主角的时阵大家咧看讲，你后摆那正11月你当选，大家看讲你后摆你要安怎做？所以头前两个教授咧讲到后壁为即马到投票，这个中间贺锦丽不管踮咧辩论，还是踮咧专访，还是踮咧你的这个造势场合你讲的话，还是你要表达的这个立场大家慢慢咧斟酌咧看，就会斟酌看。当然啦，这个时阵，伊甲川普这个民调来讲，其实拢差不多是5-5波啦，有上有下。最近来讲，有诶伊赢，有诶伊赢安尼。不过即马关键就是头拄讲诶，关键就是这个摇摆州到底谁用个踮这个摇摆州赢较济？这个关键就是经济，第一个经济嘛，第二个是移民嘛。头曲老师有讲嘛，移民真个处理无好确实伤害到这民主党的选票，因为足侪非法移民来。足侪人是抢到，不只是抢到因的工课，甚至政府的补助，对社会福利，对社会福利，什么，这拢是你这个执政党，这拜登政府爱去负担的。问题即马踮咧内面的人，不管是你是原来
踮咧美国出生的人，还是讲你后来是移民啊合法的人，啊你加减啊可能有受到影响嘛。所以你的经济啊个通膨，会对恁这个影响会偌济，啊这个大家咧看。老师，你点出来是讲，其实上后尾要决战的所在，还是看大家对经济的这个态度。确实啦，因为吼对美国选民来讲吼，有当时啊美国对外政策的强还是弱吼，有当无法度决定。选民要去投互倒一个人，因为你即摆大家咧讲啦。即摆共和党甲民主党，大家拢知影，即摆两党其实拢有一个你讲伊上大共识，就是讲要去对抗中国。对，啊对抗吼有当然因这对抗有无共款的立场啊，不过因的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讲吼，维持美国踮咧世界即领导地位。无爱互中国有即个机会能够撑起来，啊，不如去挑战。还是改变即卖即个国际的即个秩序，即个因为大家拢知影嘛，自从即个习近平起来以后，伊就想要想康想胖，就想要甲即个咱即卖已经为2战以来，即个国际秩序甲即个全部即个国际社会即个游戏规则，伊想要拍破嘛，伊想要讲我想要徛我的位，我即个规则甲秩序咧是我爱来参详，爱听我的，啊，所以美国即马共和两党，共和甲即个民主党，这算上大的共识。是。所以老师意思是讲，因对中国的态度，以及对台湾的政策的物件，其实差别无算真大。照你讲是袂差伤济啦。你讲川普若当选，还是讲即个贺锦丽若赢，无一定讲。对因即卖对中政策会改变偌济，其实袂，啊，加差是点到呀？对即个中国进口的即个产品，即关税即个物件，即个较麻烦，拍较高啊！确实，因为即卖川普就讲啊嘛，因若当选，伊要搁加关税加爆至60%啊！在调，伊即无得较拍到家己。有当讲是讲安尼尔，问题正会用个做落去，一个。当选才个讲嘛，当选才个讲，听起来真熟哦哈。张老师，我来请教哈，就是讲，伊虽然吼民主党甲这个共和党对咱台湾的这个态度基本上无啥物差别，但是顶一次我有来参加的来宾就讲，无喏，共和党是爱你摕钱买武器，民主党是摕钱放一个拜托的，这个武器放伫遮，互你来摕来用，敢有安尼这个差别？基本上啦，我是感觉讲抗中保台嘛，是这样美国两个党的共识啦。啊，这样子来讲贺锦丽起来，我相信伊才是延续拜登的政策。啊，这样嘛，卖讲好像要提起来咱台湾好啦，来修咱台湾，是讲咱台湾提一下美国。我基本上我是感觉无需要讲安尼看啦，基本上我相信贺锦丽是延续拜登的政策啦。啊，川普，我个人我对川普的这个政府，我是分2个部分来看。一个是川普总统本人，另外一个是共和党伊家己的政治精英，甲伊的政府幕僚官员。地龙团。基本上我感觉这是爱分开来看啦。因为川普伊是一个商人，伊比较利益取向，所以伊讲美国利益优先嘛。啊，商人你都比较会，好人讲你是唔是一个？你会不会是一种交易型的政治领袖嘛？这是可能会比较带来比较不确定性的所在啦。所以川普也对外政策不只讲对咱台湾安尼啊，对全世界拢同款。上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要讲你也是讲看川普，他下面也是共和党的政治精英，迄都完全无同款啊。你过去的历史上来讲，基本上。共和党伊对咱台湾是比较重视，是哦。共和党伊比较是讲从一个战略角度来看咱台湾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啊，民主党伊比较是讲基于是讲啊，那你台湾跟美国拢是共享民主自由的价值。所以我民主党刚刚我袂使和你台湾被一个像中国这种威权主义国家用武力给你并吞。叫吓掉，嘿。要讲对共和党迄个政治精英来讲，
伊是从一个战略的角度来思考，伊是认为讲你台湾你东亚的第一岛链，你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所以有可能对于这共和党的政治的一些幕僚精英来讲，我相信伊有可能是比较会愿意为咱台湾来去跟中国作战。老师安尼讲起来，我用这个特朗普的话来讲，到底是台湾是共和党目睭内面的 Apple， 还是民主党目睭内面的 Apple？ 不，基本上你看川普的政府，你基本上你川普跟以下面的幕僚，你袂不能够完全拢看共款。就是讲，今啊有人讲，川普还是动算，伊的国防部部长有可能是前国务卿庞佩奥，伊的国务卿有可能是参议员卢比欧。庞佩奥跟卢比欧对咱台湾是非常非常好的，伊也是您这两个人真正安尼做一年，这两个位置对咱台湾是当然是上介好。要不你也是讲看川普这个人，我刚美国一个教授叫沙特，伊跟我真好了。川普伊是华盛顿的政治圈里面，政治人物里面唯一一个讲习近平是好人的人，唯一一个讲我跟习近平关系就好的。要不伊嘛讲，生理人的嘴，我实在是唔知要安怎。对啊，要讲川普伊嘛讲啊，你习近平你也敢拍台湾，我美国我会轰炸你北京啊。好，所以川普伊是一种大嘴巴一种政治人物啦。吼，你对伊讲的话听就好啦。你也讲也无需要讲一定讲爱完全都相信伊讲的话。好，一种商人，我刚刚伊是比较讲话比较袂讲经过大脑深思熟虑，伊讲出来的话。像商人感况，伊会使讲比较他短视近利一种倾向的话，他比较没讲去思考那么远的问题，讲出那样的一个深思熟虑的话啊。好，所以基本上我是刚刚这是无共款，要讲我基本上我是安尼感觉啦哈。你也是讲民主党继续做总统，政策是延续，比较它稳定，会使预测。啊，你也川普做总统，另外一个局面哦，就是讲不确定性会较悬。要讲嘛，无代表讲共和党都袂讲来支持咱台湾啦。是，蔡老师哈，他都在研究三位所讲的这话，除了咱台湾人上关心了因这两组人对咱台湾的关系之外，到底哈，今嘛看起来，因为民主党过去有真济报复，尤其这过去这4党啊，伫你遐无讲，逐项拢真完美嘛，吼，移民的政策啊，啥安尼。但是，难道特朗普咧做总统的时候，伊就处理得真好吗？敢有安尼？处理得真好？我看迄阵时伊的经济嘛无一定算起来比即摆的经济较好咯。啊，到底你认为讲，美国人因即摆是安怎来看？是我看了我现主席，还是看4党前的我，因安怎判断啊？其实是安尼，就是讲，这4党拜登总统到底做啥？吼，伊有塞一寡基础建设的法案，有塞晶片甲科学法案，吼，还佫有从迄慢性药啊的介绍甲压低落来。啊，所以这就是讲，伊拜登这个候选人吼，当然看起来那就讲较无遐诱导啦，吼。啊，但是事实上，伊做的一寡工课吼，嘛互伊的民调，袂讲失足济啊。无你讲好前，你讲雄一个出一个出来，好啊，伊会冲遮紧吼，所以我的感觉是安尼，就是讲，当然民主党伫即个边境的问题，吼，伫即个移民的问题有处理了较无好，无像川普遮硬啊，吼，啊，但是就是讲，伊即个部分，伊已经限制到2500个啦，吼，每一日若有2500个话，吼，就动起来啊，就动起来啊，吼，啊，即通膨的部分吼，就是讲有啦，介绍有起有落啦，啊，即阵仔小可去落落来。当然，美国人嘛是感觉讲吼物价伤悬啦，吼，这就是拢因一定要承担，因为你做一个现任的政府，哪有可能拢无空胖的，无可能啊，吼。啊，上重要就是讲，因为川普这个人是安尼啦，拢好面睛看啦，哦啊，好，你甲我上好的啊，啊，但是吼，啊，是佢喙嘛拢有当好蕊蕊啊，啊，无就是讲伊要现价现好的，啊来，恁都偌济，吼摕来，啊，但是事实上有可能相对美国的经济有可能，吼，因为。你甲迄个关税有关的时阵，物价嘛碰撞起来，吼啊，人民嘛会开始痛苦起来，吼，所以这无法度抹壁上面光啦。但是对川普来讲，你看伊即摆咧讲的话就是讲，无紧，足简单咧，我的支持者我顾好就好啊，
吼，但是这个贺锦丽伊的重点是，伊我都开拓新的支持者啊，而且包括这的迄个剃秀州，吼，伊就讲，剃山的，对，遐个州，遐个工人，比如讲伊贺锦丽即摆讲吼，我要来照顾这个工人，啊，这个工会有诶来挺贺锦丽，川普的支持基础就去失去啊，所以我讲吼，你看川普即摆态度已经无共啊，伊知影讲即个毋是好流量，吼，当然伊袂甲伊辩论啦，伊爱伫民主党的。即个全国代表大会提名，直接提名，伊才会甲伊辩论啦。吼，啊两个来辩论，上赢上输佫无一定嘞。吼，你的年纪嘛无伊较少年啦。吼，啊你的议题嘛，有当时啊伊的议题就是爱个历史出身嘞。吼，所以即场的选举真好看啦。吼，大家继续吼，迄个物件传的，继续甲观察落去。是，就是请老师才逐礼拜拢来。但柯老师，我要甲你请教，老师你也是踮咧美国的即个。替山州吼，替山州咧读册，你来观察讲，即个特朗普提名即个 Vance， 即个替山区出来，Hillbilly 这种囡仔吼，真实来讲，对着伊的选票，敢有真正有帮助吗？尤其迄支喙嘛是安尼。对，原本吼，也是讲拜登继续选来讲，伊即个提名是足水的。就水面的，因为JD Vance 伊算讲是真卡囡仔大汉的，啊，大家有机会当去看伊的册，即马有中文，但中文绝版啊，有拍 Netflix 有一个电影足好看的，吼，很鼓励大家去看这个电影。就是因讲这白人虽然讲因伫咱亚洲人看起来敢若较优越，其实伫美国内底白人嘛有迄种。很落魄，就散家。我读册嘛有阶级啦。因为迄个 JD Vance 甲因某是一个印度，伊的算讲是二代，算讲是伊算是印度人，但是伊是美国人。啊，但是伊的家世背景足好的。啊 ，JD Vance 甲因某呢，第一届出去约会的时阵，JD Vance 连迄个刀啊都袂晓用，好伫迄西餐厅内底因刀啊都袂晓用。所以讲你有知影讲，其实毋是讲白人拢一定拢是足优越、足优势。土包啊，真卡的。迄个白人拢是生啊即个款，啊，遮个人呢，基本上伫美国都有一个重点，就是讲以前遮个州呢，拢是有饲迄个黑人奴隶、黑奴啦，啊，所以讲是因对即个种族的即个观念呢，较无遐健康，所以讲纽约也好，加州也好，遐个说讲是精英都会甲骂、甲看袂起啊，吼，啊，媒体都会。讲遮个人是偌戆啊，偌迄个无水准啊，嘿，乱讲安尼。所以讲因算讲是闷很多年啊啦。啊，出来一个川普，虽然讲川普本身伊嘛毋是中西部的真卡人，伊是纽约皇后区的有钱人的囡仔，但是呢，伊讲出因的心声。所以讲原本安尼的提名，我感觉是足好的。但问题是，我感觉讲，这都是有的时阵哦，一个势哦过头去哦，都会。算讲是反弹咯，对吧？所以这提名这卡马拉给他破定就对了。对，而且还有这个枪击案，这枪击案呢，吼，整个民主党吼，包括支持这个拜登的金主都开始咧紧张啊，所以讲大家讲啊，你莫个选啊，你82岁啊，吼啊个4年唔知会当做会了做袂了安尼吼，啊所以讲今麦就是找一个好一年，头早蔡老师讲就好，今麦的这个局唔是讲拜登老。川普小可少年，即摆是川普家己变老啦。来咧上老到伊，吼啊 ，JD Vance 是少年40岁，啊，即个后跟来是59，差不多60岁。即摆贺锦丽的副手若决定差不多，搁较少年来讲，基本上即摆民主党遮的气势就会大振吼。这我要讲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对中国啊，中国呢其实啊，两位老师嘛讲啊最好，其实抗中本来就是一个共识啊。但是民主党甲共和党抗中的方法无共款，川普咱知影讲伊拢是定高机的啊，伊甲习近平都定高机的。但是呢，你也是讲换拜登，也是讲贺锦丽因是拍迄个昆体战，吼，大家拢打团体战就对，迄两个是无共款。啊，第二个就是讲左派的人吼，就贺锦丽安尼人，因讲即个外交关系基本上拢是为内政延伸。譬如讲伫迄个武汉肺炎的时阵，迄个时阵贺锦丽因。包括讲像安尼，这政治人物伫迄个国会山上讲，无抗中抗上大力，因为惊讲这个抗中，川普抗中会影响到伫美国内部的这个华人呢，美国人会有歧视的问题就对啊。所以讲因真正因在乎的物件，毋是讲外交，伊是内政。所以讲无共款是伫这个所在。但是即马整体来讲，贺锦丽的外交关系介空呢，佫看袂出来，佫看袂出来。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讲，贺锦丽伊的阿公
就是讲因妈妈即印度人，因为妈妈甲因爸爸拢是留学生嘛，就敢若以前去美国读册安尼，所以讲因拢毋是美国人，伊的妈妈的爸爸是伫印度的一个退休公务员，影响贺锦丽的政治观念足深的，所以讲贺锦丽嘛讲，伊过去差不多几十年、几十当拢转去找阿公，啊，即个算讲是唔知影讲会影响到伊对印太战略的看法。这就敢若以前迄个奥巴马伫做总统的时阵，伊是肯亚人，因爸爸是肯亚人，伊细汉时阵伫印尼雅加达长大，所以讲伊去印尼搁住10天，去肯亚搁做慈善，其实伊对非洲比对台湾更加重视原因就是因为伊迄是算讲伊的老家啦，所以咱搁要继续看。看好。他这样吼，柯老师讲到这个答案了，我想要来请教李老师，就是讲，但是在美国境内吼，真侪选民无甲何锦丽当作是阿线，当作是亚洲亚裔的哦。吼，伊你就是一个是乌的，啊，你虽然是印度唔是亚洲哦，吼，所以伊对亚洲的这个票的吸引吼。颠倒无像共和党一大阵人咧对着特朗普安尼，我看这个社会媒体顶头，这我看到啦，但是我唔知影老师你安怎看？是啊，确实吼，因为伫美国这个地缘政治的分化来讲吼，伊向来进前来讲，向来无甲印度归类踮咧阿线踮咧迄应该咱进前来讲亚太地区，哦 Asia Pacific， 哦以前拢甲印度甲亚太地区划分出来，所以迄当阵大家若根据迄个美军的部署来看吼，第7舰队，伊的这个伊的防区哦，其实就是以这个印度为界，因印度甲迄个中东变讲是中央战区啦，所以因有分，对因来讲有分，所以对贺锦丽这个出身背景来讲，一开始大家感讲，伊对无毋对，伊是少数族裔啦，因为因爸爸是牙买加欧人。吼，就是加勒比海边的人，啊，妈妈是印度，虽然两个人的这个学术背景拢真好，两个拢做教授啊，哦研究的嘛，而且伊这个贺锦丽这个出生踮咧加州来讲吼，伊的这个成长背景对伊来讲确实有足大的帮助啦，因为踮咧加州多元种族多元嘛，伊接触的人较侪拢是正拢是这个少数族裔的人啦。所以对贺锦丽后壁吼，伊要开竞选公职啥物吼，对伊来讲正有帮助。啊，问题这有帮助，敢会正讲会因为反映伫选票顶头。对，所以这就是即马来讲，确实有一点仔问题。但是有人讲吼，前主席我都看这个选票吼有高，但是上无会对这伊募款，哇，伊这募款无到66亿呢。确实，而且吼，大家拢看吼。迄当阵大家就两个老师有讲嘛，迄当阵拜登无想要退的时阵吼，迄当阵民主党的大金主就讲啊，拜登无退，我一线5亿都无爱管。啊，迄当阵民主党惊着呢，为什么惊着？因咧惊讲拜登啊安尼坚持落去，不止总统的输，甚至连国会的选举可能会。就输甲头。对，因为因即马靠把握的是众议院，参议院较无把握吼。参议院来讲，因为只改选1/3的尔嘛，所以因来讲可能会维持平盘。哦，啊，毋过共和党来讲可能会加1-2席啦。啊，毋过众院来讲是即马民主党这个重点呢？重点嘛，所以你若拜登无退，即马连带不只是总统的输。包括这众议院落单调，所以政权选调嘛无效啊。所以你讲看，贺锦丽去宣布讲伊要接手的时阵，2天摕到差不多700-8千万的美金的募款，即马一周来一礼拜来差不多2亿，所以对民主党来讲，这是一个好牌，因为伊不只讲用个钱会入来。而且有讲嘛，贺锦丽就有讲嘛，已经招募了17万的志工啦，17万的志工呢，拢造出来了。对啊，所以比如讲支持民主党的人开始咧活动啊嘛，所以即马贺锦丽伊即马家己知影啦，伊家己即个特殊背景，印度裔、少数族裔加黑人，对伊来讲
是一个好的一个牌啦。伊若好好拍，其实对伊来讲，对于后壁这个选情来讲，确实有帮助。啊，目前嘛是要好好拍。你袂去讲啊，比如讲我要吸收这少数族群的选票，比如讲你原来迄个白人迄边的主流的，主流你讲嘛无可能，因为即马白人来讲嘛是，当是算颠倒是弱势哦。对啊，对伊来讲，啊伊唔看呢嘛，伊袂个疏忽嘛，所以比如讲贺锦丽伊推的即个进程来讲，伊比如讲爱慢慢啊卡挖中间，走这个中间路线，啊卖表现讲伤过激进，极端，嘿，因为大家拢知影伊。去互川普就是讲是激进左派嘛，所以伊要修正家己的立场，啊无到后壁，然后选落去，这就麻烦了。当然是，他怎吼？咱看了咱这个民调吼，内面显示讲，这何金丽吼，中间选民吼，伊个称到44%吼，比这 Trump 吼，本来以前的28%吼，称到44%。啊 ，Trump 吼，落降，本来35%变做27%，而且吼，个少年的选民吼，真侪人支持何金丽，这是啥物现象？是本队就是，本来因就是拢支持民主党，但是因为找无好的人选，所以因拢无表态。啊，即马拄到一个人选出来讲，我知大地反弹起来，是安尼吗？还是讲无？伊因为是新的。这个选民不，何金丽伊本身就59岁嘛，本来就是新的一代嘛。你川普你78岁，过去你川普一直用这年纪你拍拜登，现在拜登一退选以后，年纪毕竟你川普最大的负担了嘛。另外一个方面，对年轻人来讲，年轻人当然。伊成长的背景，伊比较会较倾向去接受一寡像堕胎啊这种比较较进步价值的物件。所以对于这寡年轻人来讲，伊比较会使会使接受像迄贺锦丽这寡比较听起来较顺耳啊。对，像迄堕胎问题，还是讲像你讲一寡什么枪支的什么问题，伊比较会使较会使接受。另外一个方面，我感觉你共和党的一寡政策，你可能嘛有失误的地方。像你共和党，你过去2礼拜，你拍那贺锦丽什么大笑啊，风很不得体。然后讲贺锦丽什么，你是什么极左派什么。你那种大笑那个影片，你共和党把它做成是一个批评，让讲你。到后壁，你这个大笑影片，你伫抖音内面，你伫抖音内面，你有差不多20-30万的人去按赞，反倒毕公是贺锦丽的一个迷因梗，反倒变成个左算了。对，反倒毕公年轻人刚刚说，我年轻人，我本身都安尼啊。我看到好笑的物件，我就笑安尼啊。所以在最近拢看到一个查某人翕到安尼，哈。你看一个英国歌手，伊就用一个Brat，中文把它翻译叫顽童来形容这贺锦丽。顽童的意思 ，Brat 的意思就是讲，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伊可能有点仔邋遢，有点仔会低落，讲话比较较不得体。让讲伊常常去参加派对，该欢喜就欢喜，用这个形容贺锦丽嘛，较自我啊！你比如讲安尼一个迷因梗，变做一个正面的。年轻人很喜欢这种东西啊，对吧？包括这样，你看美国因现在酒吧现在最流行是什么饮料呢？椰子口味饮料。因为贺锦丽过去讲一句话，他说你们年轻人东西椰子树里面掉出来的吗？然后就哈哈大笑，然后共和党拿这样的一个大笑的一个影片来取笑贺锦丽，因为伊无想到这没因，你抖音里面被很多人流传然后按赞，这种弄避公起节，比如你共和党本身一个失策，
你反而让贺锦丽因为这些迷因梗，反而让他能够被那些所谓的Z世代。Z 世代就是说那种过去从1997年开始，大家在滑那种 Facebook 一种社群媒体的一种年轻人，这所谓原住民啦，他们很喜欢这样的迷因梗啊。你反倒贺锦丽在年轻人的那种支持度提升了嘛，所以在跨工竟然年轻人的支持度降47-34嘛，贺锦丽他年轻人支持度大也提升起来嘛。啊，这些东西我刚刚说，你共和党可能你对这年轻人一寡立场，你的那种竞选策略，很明显你是失误的。他老牌款，对吧？哦，但是蔡老师，共和党嘛一度嘛是真看起来嘛真先进、真少年款呐，吼，在过去啊，这一路吼变做安较保守，啊，而且佫出现一个特朗普这种形象。伊难道伊党内精英无去想讲，咱即所的要安尼来选，咱是死，下骹踮乌演还无乌演，啊有诶是较理性的讲，无啦，伊这是讲话较无遐迄落吼，但是这项咱咧做的时阵袂遐极端，因这即摆是竞选策略是啥物呢？你甲观察。其实你若看，你若用2012年，川普是无变啦。啊，伊若是用2012年迄个手段来处理这届选举，我感觉这是足危险的。吼，啊，当然伊即摆副手对某一个程度有加分啦，吼，就是讲少年啦，啊过去安那算较装卡的囡仔，吼，这拢有加分。但是伊副手过去嘛，讲足个足极端的话哦，甚至这个副手，你骂伊的时阵，无比别人较软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川普即摆吼，伊拍着了，伊照你讲伊较中啊，较往中的方向啊。但是即摆看好像你的民调起来了，伊挡袂掉啊，伊就开始吼，伊的原形拢出来啊，就是过去咧拍选战迄个方式，我感觉讲安尼颠倒失去伊的选票啦。吼，当然，因为吼，即摆中间的选民就是讲，你爱替我解决这个问题啦。吼，你讲要讲遐个较险的，吼，啊讲安尼呛讲的话，迄过去的手段啊。所以我的看法是讲，伊若要从这场选举继续拍落，继续烧落，伊爱讲较侪政策，会当从这个中间阶级的人，因为即摆好像你要抢的，就是中间阶级的人，伊足明显的，伊就是要抢中间阶级的人。所以你川普吼，唔通去像过去迄套啊，迄我看换一套啊较新的，吼啊，我感觉这个选举吼，莫讲一定输啦，吼，但是就是讲。你都去用拍着枪啊！照你讲，你的民调吼起来，这个势真好嘛，但是无到一礼拜，吼，这已经搁变啦，吼，所以我感觉就是讲，迄个咱台湾人就是医疗甲牙好，吼，啊个继续看这无到100天的美国总统选举。是啊，吼，柯老师吼，蔡老师这回答内面吼，我想到一个问题，他在咱这新闻大内面有讲，这特朗普咧对这个。基督教的信徒讲，咱遮高水的美丽咱基督徒，吼，咱哦即摆甲倒落去，咱哦吼拢甲变，咱就拢甲变过来，咱就拢甲修理好啊，吼，以后你就免烦恼啊。免搁选啦，免搁选啦，伊这专门咧针对着这南部的基督徒，吼，难道这个何金丽，伊嘛讲，伊嘛宣称讲，伊是 Baptist， 伊嘛迄个浸信会啊。这拍这个信用这条路，在美国敢是一个拍法，还是讲无？对着何金丽来讲是有效的。川普的迄个支持者是圣心教派哈 ，Evangelical。Baptist 就是迄个何金丽是较温和的，是 Baptist， 就是算讲是另外一个教派就对了，浸信会就对了吼。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因为川普安尼讲呢，其实来讲，伊是想要甲伊的议题吼，算讲是为迄个堕胎、绕胎迄个议题来去讲，因为绕胎这代志伫美国是很争议。对于川普来讲，伊即摆嘛毋是讲只有迄种讲伊联邦政府已经爱互大家拢袂当绕胎，这个权利拢袂当绕胎，伊只是讲把这个权利的，看有够就去处理的安尼，所以讲伊算讲嘛没有到真正最右的所在，所以讲即摆伊个留一步伫遐啦，吼，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即马这圣心教会遮的人，其实因是有因为想法，譬如讲，绕体是一个嘛。第二个，譬如讲
算讲是政教合一，譬如讲，伫美国的学校内底，你早上你是不是要读经？好，但是喺公立学校，你太让叫你的学生去读迄个圣经，因为内底嘛有可能是迄囡仔是信基督啊、信佛教的啊、信印度穆斯林的，那嘛有可能嘛。所以讲，伊袂当讲用安尼方法，嘿对。所以讲，即摆伊这就是讲人文化战争。啊，上重也是讲啥？上重也是讲，传播讲哦，你选我下摆就免选，啊免选这个代志就足严重，因为伊意思是讲。你选我做皇帝嘛？皇帝了后，跟咱习近平共款啦。以后可能我就免搁选举。即摆为什么民主党即摆会家己士气大振？就是讲，咱即摆这个选战哦，唔是选战尔，伊是对民主的保卫战。比如讲，如果讲今仔日川普啊，是讲真正当选了后，搁乱冲啥啊？美国民主迄是老牌民主国家都完蛋了哈。所以讲，即摆是这个民主对民主的抗争，这个。主轴是贺锦丽家来丢掉啊！对啊，头拄啊蔡老师嘛讲啊，就对的说，即摆贺锦丽是爱抢中间的选票，但是我来看，其实美国两边的选民都是50-50，但是向会当有效的甲这个选民甲，算讲是动员起来，伊就会当赢这个选举。但是即摆以前是川普会当做干呢，譬如讲这枪击案啊，譬如讲川普这个辩论会中表现那个袂歹，即摆是贺锦丽开始。动员以算讲是中间偏左的这地，所以讲上后看上会当把这激情哦热情给它激起来，上就让赢这个选举。是，李老师哈，延续他都柯老师所讲的哈，这何金丽哈甲 agenda setting， 我这个议题的设定，这就是民主价值的保卫战。但是还佫有另外一条线吼，我咧看美国的这个现主席，因这个民间文化的这个争议吼，这真侪教授啊，拢加入这战争啦、掌声啦，伊嘛是为了这吼，咧讲 DEI， diversity 多元性。啊，美国人对着这个 Trump 吼，真无谅解的人真侪。啊，加上对着犹太加这个 Palestine。这项代志在美国的选举里面，敢会是一个重点吗？确实啦，即马吼，因为本来若选举来讲，像咱头路咧讲嘛，其实外口咧发生的什么代志哦，其实本来对美国总统的选举影响无啦，无影响无遐大，其实影响无遐大，其实大家拢知影，大家关心的大家生活有北岛啊，生活有过较好无嘛？还是我收到这个政府的补助？有够无？还是讲，因为我的补助，因为即马非法移民一大堆来，我的补助去削减，因为我转部分去遐嘛，所以即马本来大家关心是啊，本来即马无拄好，两年外前，即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是一条。第二个，去年10月，迄个加沙走廊，迄个哈马斯突然突袭这个以色列，就激起。美国内部之间的这个纷争啊，为什么要来讲？因为大家都知影嘛，美国是以色列最大的这个金主，应该讲金主啊，因为不仅提供军事援助。是卡马拉因昂是犹太裔的呢。对哦，所以当初为什么大家为什么讲拜登政府为什么会反应的这强烈？为什么？卖讲哦，拜登政府内面嘛，几个人都是犹太裔的哦，所以当初。拜登政府规个反应是，规个是恨不得帮助这以色列，把迄个哈马斯边的全部给歼灭掉。啊，问题就是为什么到后壁因后壁这个处理方式慢慢放较软？为什么？因为迄个加沙走廊迄边的画面慢慢传出来以后，大家看到变得负面呢？对啊，为什么加沙走廊去用讲露天的地狱？原来是踮咧以色列严密掌控下，几十年来加沙走廊迄边的这个惨状无人知影，啊，要透过这届的这个冲突，所以这个画面出来以后，所以为什么踮咧美国会支持足侪学校，有学生踮咧大学生校园在扎营抗议这个美国政府的处理方式。而且你讲你有什么一面倒偏向以色列？所以变讲，即马这个老师意思，还是会往中间
来靠近。对啊，所以因就感觉讲，你即马不只是这个外面这个战争哦，包括踮咧国内，即美国国内这文化多元文化，因为不同族裔的多元文化这个包容。啊，这嘛是大家即马较关心嘛。近期大家拢知影嘛，少数族裔因为踮咧美国来讲吼，是算踮咧政治美国政治来讲是非常弱势。除了其实来讲，除了黑人以外，你讲什么亚裔、吼非裔，还是拉丁的，基本上拢无什么声音。哦，过去20年慢慢有出来，问题国袂不成气候啦。啊，问题连续，奥巴马，一个黑人总统，啊，即摆贺锦丽，佫是少数族裔出来，所以即摆慢慢对这个族群之间，这个安那和平共处，还是讲相互尊重，啊，这个议题慢慢来出来，所以贺锦丽即摆伊若善加利用伊家己这个背景吼，啊，甲这个传统上，民主党对这个多元文化较尊重。啊，较包容的这个情形下，伊可能会吸到。它是一个策略。嘿，啊，较侪少年人较愿意站出来投票。是。对伊来讲，这是一个优势啦。陈老师吼，因为咱知影何锦丽吼，一路对检察官开始吼，伊对着即马真侪人都甲来检查出来，吼，你去准时，你袂支持，你袂支持像阮按共款来反对这间公司，这间公司是劣态，这个青少年的，这间公司是无支持多元政策的。啊，你也支持老体吼，你支持这个枪击安全拢甲并出来。但是咱若头拄经过咱四位来看吼，美国总统的选举就亲像因家己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啊款，一个人哦，足复杂的背景啦。啊，过去安怎，即摆安怎，拢安尼拢，所以伊到底吼，即美国总统的选举时，伊到底要安怎形成一个前后一致，吼？啊，头前甲以早咧，拢安尼一路拢同款的物件，我看是真难哦。啊，这增加这竞选的难度呢？不，这他其实何锦丽真爱做的代志啦，吼，因为他是以2016年才选到参议员嘛。啊，伊之前伊是做检察官，好做这个做检察官，啊，伊对一寡政策理念，尤其是外交安全的理念，伊其实无什么言论，无什么相关言论，啊，伊都是讲伊2020年做副总统以后，因为伊嘛谨守副总统的分际，好，基本上伊嘛无讲做什么无讲什么重要的什么言论啦，吼，所以。今啊，这个时阵吼，伊必须要讲吼，将伊的一寡国家方向的政策理念，伊爱甲伊讲啊清楚，吼，伊到底是毋是像讲川普伊批评伊的，伊是一个极左派，伊到底是毋是讲有啥物反犹太，还是讲亲阿拉伯的一种啥物政策，这伊爱讲啊清楚，吼，所以我拄啊邱老师讲的，好，我相信应该是有下一次辩论，啊，下一次辩论我刚刚是非常重要。好，到底也在讲经过这些辩论中，伊的一寡国家方针，好，不管就是外交、安全、经济、种族主义问题，讲下清楚，还大概了解伊的一寡方向。我感觉这是非常重要的。蔡老师，想要这点仔时间吼，要请你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吼。是。咱这刷来剩无100天吼，咱台湾徛在咱台湾人的立场，咱要看这两组人，咱要看什么？应该爱看什么？伊除了对咱友好无友好以外，因的这内政的政策也好，对中国的政策，乃至到世界，譬如讲伊对乌克兰的这个态度，会影响咱台湾什么？物价、经济，还是社会观念？其实就是讲，因为美国伫世界的影响力是上大的吼，啊，所以伊不管做啥物一个决定，拢会牵连着全世界的发展。军事、经济、气候，吼，种种拢会。啊，所以不管啥物人做总统，啥物党会做总统，吼，咱拢一定要有一寡对策，吼。过去咱嘛感觉讲民主党的总统有可能对台湾可能较无遐好，但是4党拜登的总统，无哦，嘛无遐较歹哦，
吼，该卖拢有卖咱武器，佫有送的啦，吼。啊，我是感觉安尼啦，就是讲吼，咱袂当对赌，绝对袂当对赌啊。因为像你顶礼拜你对川普，啊，咱这礼拜咧，好像你规矩变下去，嘿，所以我感觉真下面只对赌的吼，因为选举足简单的吼，股爱股较济啊，啊无迄搭咧拢搭袂掉啦。别空啊，嘿，特别空啊！你股较济搭咧，唔才会掉。什么意思？你有人，你有势，你有钱。你自然就会掉。有钱才通好买股啊。对啊，有钱才通去买股啊，啊无你含股啊都无通好买，你就无法度打，你就绝对袂掉的嘛吼。啊，所以川普你蛮克势，伊一声，特是你出来就讲吼，我稳的，我感觉吼，你唔通遐克势啊，吼，因为这选举吼，台湾的选举嘛是安尼啦，吼，无迄个稳当当的啊，无可能。啊，咱继续来看落去，吼，这七四位，再继续在咱节目当中，哦，谢谢，感谢。对。阮这美政的专家，对啊，你照这搬之后啊。